你不是说要送我大礼吗？礼物呢？这就是朕送给你的礼物啊。你确定？那我可就不客气啦。这些书是朕送你的礼物。啊？朕知道，这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惊喜，因为你从根儿上就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。不过今后，朕会亲自来教导你，将毕生心血都交给你，以便日后你好教导浩儿。从今日起，你便常伴朕左右。啊？我能常伴左右？是的，不要感谢朕，速速收礼谢恩吧。谢皇上。你脸上沾了墨汁，先擦擦脸吧。啊？是吗？人家自己看不到嘛，要不然，皇上您帮我擦。这里没有外人，不擦也罢。朕先看看你的字。你写的这是字吗？既然皇上觉得我写的不好看，那您就手把手的教人家嘛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你过来，你看，朕这3个字写得如何？张鹏炮，朕在问你话呢。您看您这手，细柔白净，粗健有力，准能写得一手好字儿。皇上，您就再手把手的教我一会儿吗？我准能得到你的真传。你先松开朕的手再说。您不知道，人家多羡慕您这双手。也许您不觉得，这双手有多好。以后就照着朕的这3个字写，先练300遍。多少遍我都不在乎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以后皇上要手把手的教人家写。你自己写的。你要谨记，与朕保持距离，好好练字。一旦偷懒，朕便会治你的罪。这，也就是说，我以后要一个人在这孤灯下练字。这练字只是第一步，朕以后还有很多别的要教你。啊？还有别的？那好啊，赶紧的，来吧，我得赶紧写。北漠与南下对立已久，虽无大规模对抗，边疆却时常发生小的冲突，所以朕有意要北征。不知众爱卿有何看法？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不当讲的话，就不要讲了。皇上，臣冒死也要谏言。那你说吧。朝中上下都在议论说您不想维持和平状态，又想出兵北漠，是因为个人喜好征战，如此是大大的消耗国力呀，皇上。皇上，民间也都在议论，说您欲要北征，是借着出征的名义，用民脂民膏来游山玩水。皇上，朝廷与民间的回应不可不重视啊！请皇上三思啊！成何体统？Sorry， 浩儿乖，不哭啊，回去妈妈给你喝奶奶。哦，不哭不哭啊，乖。不哭。皇上，乖。Sorry，I'm sorry，I'm very sorry。你们还有何事要说啊？皇上，这小皇子与您在一起，恐怕不妥吧？是啊，这说的有何不妥？
你们这些大臣，专揪着迂府的规矩不放。浩儿是朕的独子，更是你们将来要辅佐的君王。他在这儿，有何不妥？浩儿，北漠对我南下边疆的滋扰，并非一朝一夕，朕一直谨记于心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领土问题，寸土必争。我们与北漠早晚是要做一个了断的。即便他强拆了我们南下的一座房子，还是偷了一只羊，朕都要悉数讨回来。出征北漠，事关我朝前途命运，意义重大，朕心意已决。今日起，若再有人妄自议论北巡之事，必当严惩。您在议事厅里说浩儿会成为将来的君主，我觉得有点太突然了。一点都不突然，朕早就有此打算了。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的太早了点儿。皇上您还这么年轻，将来会有好多好多的儿子，万一出现一个您更喜欢的，您说到那个时候您该怎么办？我们浩儿该怎么办啊？你这个人真是古怪，朕要将皇位传给浩儿，难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？你为何要说出这样的话？我当然是为了我儿子着想了。自古以来，为了皇位，父子相继、手足相残的事儿不少发生。我不能让浩儿小小年纪就经历这些，这完全不利于儿童的发展和长个儿。你说的话，朕会再想想。皇上，我知道您对我好，我看得出来。废话少说。今日我要教你批阅奏折。批阅奏折多无趣啊！你也累了半天了，还是早点洗洗睡吧。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一起做。更重要的是，哎呀，您突然说的这么露骨，人家有点接受不了。坐下，你看看这个。这奏折的批阅，代表准阅否议4个字。批阅奏折的时候，对这4个字的运用一定要精准。准就是一个圈，否就是一个叉。你觉得不值得讨论的，就是阅；你觉得难以处理，需要有大臣跟你商讨的，就是议。你听懂了吗？就是你情我愿，干柴烈火，要电必连吗？张鹏鹏，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？你难道不明白，朕对你这般苦口婆心的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主要是您总是态度暧昧，用词不当，害我总是误会您的意思。原来叉叉O O是这个意思，人家还以为你在暗示我呢。看来朕得对你严苛点，你才能没有精力整天胡思乱想。你别写了，别写了，别写了！娘娘，你今天的量已经完成了，您快去睡觉吧。我原本以为啊，齐胜这是拿栽培我当借口，故意来和我谈恋爱的。现在看来，他这是要整死我呀！娘娘，皇上既然对您苦心栽培，您就听他的话吧，要不然您要完成的任务将会越来越多，那样的话，您就永远也完不成了。求推导，怎么就那么难呀？张鹏鹏，你如此的不长进，你知不知道时日已经不多了？谁时日不多了？皇上，我肯定会长命百岁的，咱们俩有的是时间相处。张鹏鹏，你再这样下去是会亡国的。啊？这都哪儿跟哪儿的话呀？不用扯上亡国这么严重的事儿吧？让你写字你不会，让你蹲马步你不行，让你练好身体你也做不了，你到底会做什么？切，我会的可多了。再说了，我会的你还不一定会呢。朕倒想听听，有什么事是你会，而朕不会？你会跳舞吗？跳舞？就是你和绿篱跳的那3脚猫功夫啊！朕上次已经领教过了，
没什么难的。那就请君一试吧。